好夾。係㗎，我哋一個係攝影師，一個係化妝師，工作上可以話天衣無縫，生活上我哋無所不談。得閒你窒下我句，我又窒翻你一句，然後嘻嘻哈哈咁就一日啦。生活就係咁樣㗎啦。一世人都係想尋找一個同自己相知相識嘅人，我哋揾到啦。2015年12月19號，邀請你見證我哋最重要嘅一刻。